呢個非睡眠深度休息練習只供水雲社會員使用，未經允許，請勿對外轉發、複製或作任何商業用途。歡迎大家一齊做呢個大約20分鐘嘅非睡眠深度休息練習。呢個練習其實好好用，可以幫我哋調節神經系統，令個人平靜返落嚟。佢可以幫你恢復精神同體力，而且無論係日頭定夜晚，任何時間都可以做。佢甚至可以喺一定程度上減低唔夠瞓帶嚟嘅負面影響。呢個練習主要係運用咗2個原理。第一，就係透過特定嘅呼吸方式去減慢心跳，慢慢帶身體入去一個深度放鬆嘅狀態。第二，就係學識點樣主動去控制我哋嘅感知，即係由我哋自己話事，將注意力放喺邊啲感覺度。所謂感覺，其實就係將出面世界嘅刺激轉做身體同大腦聽得明嘅信號，例如光線、皮膚感受到嘅壓力，或者聲音，全部都會變成神經細胞入邊嘅電波同化學信息。講到感知，其實即係指喺某一刻，我哋集中留意緊啲咩感覺，我哋冇辦法直接控制周圍發生緊咩事，或者身體自然有啲咩感覺，呢啲嘢出現咗就係出現咗㗎喇。但係我哋可以控制自己點樣去留意佢哋。簡單嚟講有2種，一種叫外感，即係專注喺皮膚以外，周圍環境發生緊嘅事；另一種叫內感，即係專注喺皮膚表面，甚至身體入面嘅感覺。透過呢個練習，你可以將個腦由一個充滿諗法、壓力或者諗緊計劃嘅狀態，慢慢帶入去一個純粹去感受同埋深度放鬆嘅空間。做法好簡單，而家請你揾個最舒服嘅姿勢坐好，又或者瞓低。如果你仲未準備好，可以慢慢調整下自己嘅姿勢，跟住合埋你對眼。如果你仲未合埋眼，而家就可以慢慢咁樣合埋佢。喺成個過程入面，除非我特別提你，如果唔係，你只需要好似平時咁樣自然呼吸就得㗎喇。而家我哋先做幾次深呼吸，最好就用個鼻哥去吸氣，如果唔得，用口吸都可以嘅。準備好未？我哋一齊慢慢試下，用鼻哥深深咁樣吸一大啖氣，感受下啲空氣充滿咗喺成個肺度。然後用口將啲氣慢慢咁樣呼出嚟，再嚟一次，用鼻哥深深咁樣吸氣，呼氣嗰陣，嘴唇可以好似對住一條幼童長嘅飲管咁樣，將啖氣慢慢呼返出嚟。唔使急，我哋一齊做多2次，用鼻哥深深咁吸氣，再用個口
將啲氣慢慢咁樣呼晒出嚟。好，而家再做多最後一次，用鼻哥深深咁樣吸氣，然後慢慢用口將所有氣完全咁樣呼晒出嚟。呢種呼吸方式係可以好有效咁樣幫你減慢心跳同放鬆你嘅神經系統嘅。而家你可以慢慢咁樣轉返做平時自然呼吸啦。跟住落嚟，喺你腦海入面想像下自己好似喺天空或者天花板度望落去，睇住而家坐緊或者瞓緊喺度嘅自己，想像你手上面有一支電筒會發出柔和嘅光，然之後將啲光照落你對腳度，再將你嘅注意力集中喺對腳掂到嘅任何嘢上面，可能係對襪、對鞋，或者只係掂到啲空氣都冇問題嘅。特別將注意力放喺腳板底度，慢慢感受下嗰度而家有啲咩嘅感覺，可能係有少少熱，或者避咗，任何感覺都係正常嘅。而家喺你腦海入面想像束光慢慢咁樣擴大，照向腳背、小腿同埋小腿後面嘅肌肉，之後將啲光再擴闊啲，照埋去大髀嘅前面同後面，一路照到去條腰嗰度。當你成個下半身都俾呢束光照住，再次用鼻哥或者口深深咁樣吸一啖氣，然後嘴唇可以好似對住一條又銅長嘅飲管咁樣呼啲氣出嚟，呼氣呼到啲氣出晒嚟為止。我哋一齊重複多2次呢個動作。每一次呼氣嗰陣，要想像你嘅下半身向下沉落去大約1厘米，慢慢沉入去你下邊嗰個平面度。而家可以繼續保持自然呼吸先，每次深深咁樣吸一啖氣，到呼氣嗰陣，想像身體再向下沉落去多1厘米。吸氣嗰陣，個肚會微微脹起；呼氣嗰陣，個肚會慢慢縮返入去。保持住呢個節奏，同時喺腦海入面繼續想像啲光照緊你全身。吸氣嗰陣，將啲光變光少少；呼氣嗰陣，將啲光變暗少少。跟住一呼一吸裏面，將你個身體一路一路慢慢放鬆咁樣沉落去。好，而家將注意力集中，放喺你塊面上嘅肌肉度，繼續保持自然呼吸，慢慢嘗試有意識去放鬆塊面，由額頭開始慢慢咁樣放鬆落去。每一次呼氣嗰陣，都將塊面嘅肌肉再放鬆多少少。
無論你而家喺咩環境，都試下留意周圍嘅聲音，慢慢咁樣去聽清楚。而家我哋做返一次頭先嘅深呼吸，用鼻哥深深咁樣吸一口氣，盡量吸到滿為止。然後透過嘴唇，好似對住條又同長嘅飲管咁樣，慢慢咁樣將啲氣呼晒出嚟。我哋再做多一次，用鼻哥吸氣，吸到滿為止。然後慢慢咁樣用口將氣呼晒出嚟。喺你嘅腦海入面，再次想像身體俾啲光照住。當你喺上面望落去嘅時候，成個身體都喺啲光入面。然後好似平時校手機螢幕光度咁樣，將光度調暗大約一半，同時刻意放鬆下自己嘅雙腳嘅肌肉，再放鬆雙手，慢慢感受手掌、手腕同手指放鬆緊嘅同時，繼續保持自然呼吸，之後將腦海入面嘅光再調暗多一半，等你喺腦入面暗到只可以見到自己個身體嘅輪廓。而家將啲光慢慢校返光少少，嘗試睇清楚身體嘅任何一個部分，可以係手、手臂、個身或者雙腳都得。用一個自己覺得舒服嘅角度觀察住自己，然後將啲光移去腹部度，集中感受個肚嘅感覺。吸氣嗰陣，個肚會微微向外凸起；呼氣嗰陣就會慢慢沉返落去。我哋而家將啲光較闊啲，照住你嘅上腹、心口同埋條頸，再喺腦海入面想像啲光再闊多少少，照埋去你對手臂度，繼續保持平靜、舒服嘅自然呼吸。依家將你嘅注意力放喺背脊會掂到嘅任何表面度，可能係件衫、椅背或者床褥，跟住感受呢啲接觸點，慢慢將注意力帶去呢啲位度，同時深深咁樣吸一啖氣，呼氣嗰陣，想像個背脊同上半身向下沉1厘米，個人需要更加貼實下面嗰個平面度。跟住將啲光移到去塊面、頭上面同後尾枕度，保持自然呼吸。而家再試下將注意力放喺塊面度，
感受啲肌肉進一步嘅放鬆。繼續慢慢咁樣呼吸，試下將呼氣嘅時間拉長少少。依家喺腦海入面，嘗試下將啲光向下擴大，一路去到可以照住條頸、心口、手臂、腹部、腰、雙腳，直到腳底。想像下你望住自己，成個身都喺柔和嘅光入面，然後慢慢將啲光調暗，令到啲光線唔刺眼，調到啲光會令到你覺得非常舒服為止。再一次深深咁樣吸氣，然後透過嘴唇，好似對住一條幼同長嘅飲管咁樣，將啲氣完全呼晒出嚟。呼氣嗰陣，想像成個身體徹底放鬆咁樣慢慢沉落去。而家繼續保持自然嘅呼吸。你可以開始試下輕輕喐下啲腳趾，你會發現原來你係可以主動控制自己嘅神經系統，你可以引導自己嘅感知同行為。當你做緊呢個練習嗰陣，你會好清楚感受到可以掌握到自己嘅感知同埋行動。而家輕輕咁樣喐下個腳腕，同埋微微喐下膝頭，將個上半身左右咁樣輕輕搖下佢，左右咁樣轉動個頭，又或者點頭都可以。慢慢咁樣喐下對手，將手臂慢慢抬起，再放低。當你準備好嘅時候，就可以慢慢咁樣擘大對眼。擘大眼之後，你會留意到，平時我哋嘅神經系統會接收好多嚟自感官嘅資訊，尤其係視覺資訊。而喺呢個非睡眠深度休息練習入面，你為自己創造咗個空間去隔絕呢啲干擾，可以減輕唔夠瞓嘅影響，亦可以幫你更加容易入睡同埋改善睡眠嘅質素。無論係朝早定夜晚，當你覺得身心需要重新調整嗰陣，隨時都可以做呢個練習。多謝你參與今次嘅非睡眠深度休息練習。特別鳴謝史丹福大學腦神經科學家 Andrew Huberman 提出並推廣呢個概念，令更多人可以透過科學方法學習深度放鬆。